创业大擂台万人线收费来到苗栗了，时间12月14日礼拜日，好冲国际详情，听说会记得来参加哦。住所是苗栗县后龙镇新港山路295号客家宴楼，会记得哦。12月14日礼拜日，下午1点开始，报名专线0993883898，赶紧来报名哦。比赛目前来到6局下半，双方平手，一出局3垒有跑者，打者球速良好，3坏满球数，投手要跟打者对决了。而3垒的跑者代表制胜分再见分了。这个球打击出去，2垒风声的滚地球，3垒的跑者起跑了，2垒手接到球，把球往本垒传，捕手接到球做出杀。都来曼努威得到最美的胜利，12月12号抢锁定客家电视台第2届徐生明全国少棒锦标赛。野球好野球，无野球就算不落翻水，不落高的野球迷，大家好，我是齐丹燕，欢迎大家透过客家电视台、客家电视台以及博斯运动网，为您在美浓高雄美浓国中体育馆为您所棒球场所转播的第2届徐生明全国少棒锦标赛冠军争霸战。我是徐代元，我在武胜帮为您请到的球兵是郑景一郑教练，大棒你好。在边还有各位喜爱棒球球迷，大家好，台港后。没错，哇，我们这个来到了我的故乡哦，也是徐总的故乡美浓，来转播这个比赛，真的感觉到非常的感动。同时呢，这场冠军争霸战呢，是由桃园县的龟山国小对上的是南投县的新街国小。其实我们客家话的问候语呢，就是除了台港后大家好之外，我们也常常问大家呢，是包的吗？听得懂吗？听得懂。这个简单我就听得懂，但比较难的我就比较难一点，是 C 包啦，或者是安之 C 啦。哦，对，台港是包一毛啊，哦，有没有吃饱哈？那这场比赛啊，要来争夺最后的冠军。因为今天呢，其实呢，Sailing 就是小朋友们呢，他们从4强赛开始哦，4强赛呢。南投的新街国小是大逆转，6局下半最后半局进攻机会的时候，一举攻下了5分，以7-6打败了美浓国小，打进到了冠军赛。而至于桃园县的龟山国小，在4强赛则是以7-3击败了也是桃园县的仁善国小，也打进到了冠军赛。而在稍早之前的季军战呢，则是提前在5局结束，是由仁善国小以10-1打败了美浓国小，所以仁善国小呢是第3名，美浓国小呢是第4名。不过这个。本届的徐生明全国少棒锦标赛啊，从上一届第1届的32队，今年有48队哦，来齐聚美浓哦，来美浓撩啊，来美浓玩，也希望他们就是以球会友啦。那也希望呢，大家不要忘记了徐总的精神哦。其实每一个这种纪念的杯赛能够举办到第2届，真的就很不简单了。特别是徐总呢，他。回馈家乡啊，在美浓这边呢，有一个美浓少棒啊10年培育计划啊。今天呢，在这场冠军赛要来开球的贵宾呢，就是美浓少棒10年培育计划的张吉安召集人，为这场比赛要来开球。哦，好 Q， 好球！那其实
徐生明少棒锦标赛不光只是比赛而已哦，其实在这一次的比赛的整个的赛期当中啊，包括有让这些小朋友们呢来体验到哈嘎埃姆发就是客家的文化，有踩街，还有拔萝卜，还有作文比赛。好，为大家先来介绍这场比赛先攻的桃园县龟山国小的先发打击顺序，第一棒是李浩宇，2棒张佑君，3棒宋义祥，4棒李仁珍，5棒是王维成，6棒是投手先发投手潘文辉，7棒捕手阮文武，8棒宋伟恩，9棒是陈世豪。南投县新街国小的防守阵势，先发投手司明伟搭配的捕手陈宏志，1垒手黄玉俊，2垒手王永生，3垒手方家辉，游击手是松奇恩，左外野手朱义和，中外野手杨永祥，右外野手是洪敬燕。那这场比赛主审裁判特别也是徐总生前的好朋友，韩国籍的好朋友这一位主审裁判是韩国籍的张明仁先生，1垒审吴礼刚先生，2垒审曾庆光先生，3垒审是余望修先生。所以真的是蛮特别的，邀请到这位外籍裁判来进行执法。比赛开始了哦！比赛要开始喽！这场冠军争霸战，南投新街国小的先发投手是司明伟，场上打击的是龟山国小的开路先锋，第一棒李浩宇。当然，徐总的精神大家都非常的感念，然后所以有很多的好朋友都一起来帮忙这次比赛特别是哈嘎天视台、客家电视台，还有博斯运动频道，都对这场今天12月12号礼拜五在高雄美浓国中的冠军赛有做现场直播。而且现在在比赛场地来讲的话，我想也是徐总从无到有，把这个球场给它做出来。而且其实赛前我稍微去看一下，整体来讲的话，其实这个球场它的一个内野的红土区，它状况其实还算蛮不错的。黑美是吧？非常非常的平整给滚踢球，滚地球打穿2垒防线，形成了一支安打。龟山国小也是在近几年来台湾的少棒界的强者。所以这些年来，以桃园来讲，真的不只是少棒，差不多是青少棒青棒，甚至到成棒，甚至这种照桃园蓝明狗整体的连结来讲，桃园这最近的棒球风气真的是很盛。对，所以各个地区的棒球风气真的就是要从基层开始，所以在这个基层有很多的对棒球热爱的人士他们默默的付出耕耘。那当然，徐总出生于美浓。那也希望这个美浓地区的棒球能够再兴盛起来。而且其实从今天转播来看的话，我想美浓国小的这批选手，基本上他的资质都还蛮不错的。只不过这种有时候在情绪上调整上没有很好，不然其实以本次赛会来讲，能够打败东元，其实就算很厉害了。是。虽然这场冠军赛也是大家非常万众瞩目的，因为刚刚呢，其实早上开始这边就有进行了4强赛了。那有几多的美浓的朋友乡亲来看比赛，美浓的乡亲朋友来看比赛。但刚刚呢，应该是鬼夜是猪回去吃午餐，所以不过到冠军赛呢，大家又聚集过来了因为是吃午餐，还好没有睡午觉。没有睡午觉。睡午觉的客家话你可以教我一下。水母就是睡午觉睡觉对，又过几日又回到这个地方来看冠军赛。所以其实美浓地区在这个棒球风气方面呢，也相当的不错也非常的多，很多的乡亲朋友。我怎么觉得进入4强的很多小球员真的长得还蛮帅的。其实现在打击的张佑君来讲从他脸庞看起来真的还蛮清秀的。对，打击区上是桃园国小，刚才说龟山国小的第2棒张佑君，像高眼岛我们说长得非常的帅气。那其实这一次的比赛刚刚在演这个我客家话名字叫齐展演徐展元，展元也有提到过，就是一开始其实
徐生明棒球发展协会就是由师母担任秘书长。来看这个球 ，Go BQ， 在中外野方向遭到了接杀，形成一出局。可惜了，张永勋这个球来讲，其实打得还蛮不错的，这个是有击球点稍微比较早了一点让他的力量延伸来讲的话就没有办法这么好。而且方向正朝着中外野手飞过去。那其实不光只是真的比赛我们说以球会也安排了很多的客家文化、客家文化的这个，让这些来自于全台湾各地的小朋友来体验包括从徐总也是展元的老家，就是其实已经是古迹了。美浓有一个东门楼古迹那边开始出发踩街。BQ 叠走片左外野，遭到了左外野手的接杀，宋义祥出局，2出局。包括让他们小朋友体验下田去拔萝卜嘞，萝卜就是萝卜拔萝卜，因为美浓那个白玉萝卜也是最近的非常的这个品质很好。还有我桌上的番茄，更好吃的，很好吃。所以其实以这2年来讲的话，我想各地这种所谓都强调所谓的在地文化。美浓来讲的话，其实过往还蛮常来这边游玩。当时其实应该没有萝卜跟番茄。没有人出局。龟山国小第1棒就上到了1垒，不过虽然2出局的还是停留在1垒。不过这个比赛是可以盗垒的少棒这个比赛可以盗垒，但是不能够投变化球。1垒跑者走了。球传2垒那边 safe， 安全上到了2垒，盗垒成功。这个球以陈宏志来讲的话，他出手稍微再顿了一下，如果是没有多顿那一下，就时间上来看，或许还来得及。游击方向的弹跳球，游击手接到之后，把球往1垒传，刺杀了龟山国小的第4棒李仁珍，结束了1局上半，龟山国小的进攻没有攻下分数。休息一下再来看1局下半南投新街国小的进攻。突然间忘记规则是。来为您介绍的是南投县新街国小这场比赛的先发打击顺序：第1棒是朱义和，2棒司明伟，3棒宋奇恩，4棒是杨永祥，5棒捕手陈宏志，6棒是黄玉俊，7棒王永生，8棒洪敬燕，9棒是方家辉。桃园龟山国小的防守阵势：先发投手潘文辉，搭配的捕手阮文武，一垒手是宋义祥，2垒手王维成，3垒手李浩宇，游击手陈世豪，左外野手宋伟恩，中外野手李仁珍，右外野手是张佑军。在1局的上半，龟山国小是留下了2垒的残垒，并没有得分。这个比赛题是在美浓我们的故乡美浓国中棒球场所进行的冠军赛。
场上投球的是潘文辉，潘文辉12岁，162公分，72公斤。这个没办法。长得还蛮壮硕的。龟狗啊，我们说客家话就是长得很高啊。以少棒来讲的话，有超过160公分的身高，原则上在体型上面来讲，就说还蛮不错的。打击区上的则是新街国小的朱义和。新街国小也是不简单啊，他们在南投在南投，特别是4强赛这一路落后给地主美浓国小，那时候美浓 A 平 U 啊，美浓的乡亲当然就是帮地主加油啊，他们是一路落后到6局下半最后半局的进攻机会还以2比6落后，结果他们在6局下半新街国小一口气攻下5分，用再见安打以7比6打败了美浓国小。没错，而且整体强攻的一个态度来看的话，在攻击上面很少用这种所谓牺牲出局的战术。结果这个球挥棒落空，遭到了3振，形成了1出局。而且新街国小棒球队他们总教练是何文龙总教练，就画面上看到这一位他们其实球员是住在体育馆的大礼堂，这个铺睡袋，真的也是很刻苦的啦但是小朋友这样有一个栖身之处那困得起都没什么问题。够辛苦啊，很辛苦啦。但是呢，打棒球是他们感觉到够痛哎。我们说够痛，客家话就是很快乐的、很高兴的一件事情。打击区上的是第2棒的施明伟，这个 Go BQ 高飞球2垒手后退，接杀出局，2出局了。所以两队来讲的话，就先发投的跟守备的一些站位来看的话，确实感觉上训练真的是蛮有素的。从包括判断飞球也好啦，或者是投手在控球的过程当中，我想两队的教练团在平常训练过程当中应该给予很多的指导。打击轮到新街国小的第3棒松奇恩。那这一次的徐生明少棒锦标赛进入到第2届特别某 Q 应该就不一样的是还特别办了一个。先来看这颗球，2垒手在2垒垒包后方接到传往1垒 ，save。2垒手米路苏2垒手可以在那个位置接到球，真的也不简单了。没错，虽然是一个内安打。王维成这个给我实在不简单了。他几乎是在2垒垒包的后方把球接到了。但接到这个球来讲的话，因为毕竟打者是左打者，他有跑垒上的优势但这个球真的算是美技了。可以讲很漂亮的一个手背对，基本上阿给 Q 按 Q 就这个球那么强，投手没有能够拦截到，基本上后面的人再拦截到也不容易抓跑者。当然以龟山总教练李正达李总教练来看的话，其实在基层服务也蛮多年，而且这些年来，其实在他所执教的龟山国小的成绩来看，其实都还蛮不错的一个成绩。对，包括今年龟山国小就拿到了亚洲杯少棒锦标赛的冠军就今年不要说以前有好多个冠军，包括威廉波特的冠军然后现在包括龟山国小都有球员就是往上面打的进军职棒了以龟山国小来讲的话，这些年最出名的应该就是现在平镇的宋怡。哇，这颗球出现一个爆头。原本在1垒的跑者上到了2垒了，来到了得点圈。龟山国小从还代表国家代表台湾去威廉波特打包括09年亚太区的冠军，然后09年亚太区冠军进入到威廉波特，还拿到了世界组的冠军。3垒方向的弹跳球打击的杨永祥遭到了刺杀。留下了2垒的残垒，1局下半，新街国小没有得分，1局打完，双方0比0平手。大家好，我是林坤生，来这边教大家一句客语：美浓龟火了，
这句话就是美容好好玩，大家一起来玩哦，拜拜。大家好，我是义大犀牛高国辉，然后今天要来教大家一句客家话，因为我只会一句，就是谢谢安子 C， 然后谢谢。5、4、3、2。我下啦，好久啊，我很紧张耶。大家好，我是罗家人，我今天来教一句客语，打棒球就是打棒球的意思。比赛目前来到6局下半，双方平手，一出局3垒有跑者，打者球数良好，3坏满球数，投手要跟打者对决了。而3垒的跑者代表制胜分再见分了。这个球打击出去，2垒风声的滚地球，3垒的跑者起跑了，2垒手接到球，把球往本垒传，捕手接到球做出杀。当然，曼宁要得到最美的胜利，声音的声音好，请收听客家电视台第2届徐胜明全国少棒锦标赛。比赛来到日局上半，2局上半，两队呢是人对人，0比0平手平分。我在2局的上半，龟山国小的第5棒王维成上来向准了 T2 球，第1颗球就打出了左边方向的平飞安打。确实哦，上局有好的守备哦，这一局在攻击这部分来讲就比较有自信。这一种面对外角球，虽然硬拉过来，但是他在攻击的过程中，他视线差是掌握得很好的。马上发动盗垒，哇，也是第1球，用发动盗垒啊。那刚刚其实以施明伟来讲的话，在牵制的这部分来讲，他的一个动作就比较少一点，所以让王维成在离垒的过程中，他的距离是比较大了一点。盗垒成功，现在没有人出局，2垒也有跑者了。打击轮到的是第6棒的潘文辉。所以2垒上的跑者王维成来讲，从刚刚他在手背的移动，就不难判断说，这位小朋友其实脚子应该算是很快。当然在顶不宁呢，就今天我们客家话说顶不宁，今天我来看这一棒，越过了3垒手的头顶，到了左外野方向的安打，现在绕过了3垒，归垒得分了，是龟山国小首开纪录先取得点，用2支安打，中间夹一个盗垒，就得到了1分。1比0，龟山国小现在领先。厉害了，得分真的是很流畅，2支安打1个盗垒就得到了1分。这个球虽然是打在棒头上面但是以潘维来讲的话，挥棒的力道真的是蛮强劲的。会坤喊就是要看紧一点。我给不宁啊，今天请大胖郑景义来我们家乡米农来担任球评，当然不是只是因为他过去喜欢来米农身边爬板来美农吃板条这么简单其实也是跟徐总也有意义的啦，因为大胖郑景义我们球评他过去在选手时期就是徐总所带的雷公队的当家第4棒，这个郑景义也被徐总带了很多年了，3年多了所以对于徐总的算是过去啦，或者是他在执教的一个态度其实都留下蛮深刻的印象。所以徐总担任教练的时候，他是很铁血的啦，因为他也是师出曾纪恩教练的美和的，美和在屏东其实距离美浓也不远也有一段路了，只是说也在旁边，这样也能签到，这样也可以签得到。所以当然他对选手是很严格的这个球滚踢球，滚地球打穿了游击防线，形成了安打，非常强劲。这个半局龟山国小是连续3支的安打，现在没有人出局，攻占1、2垒了。所以就这一局来讲的话，虽然是比较后段棒次但感觉上从第5棒开始这些打者对于投手施明伟的一个球路好像就掌握的比较好了。刚刚打出安打的是第7棒捕手阮文武，他不是欧进不是欧进，都是
有点胖乎乎的，胎球就是胖胖的。那欧进是左手手一垒，左手手一垒，OT ，OT，搞不好他也可以左右开弓手一垒。可能哪用母敌耶，我们就不知道了。这个新街国小的投手施明伟，现在又连投2个坏球。可能因为连续安打的过程当中，教练团可能会给一些指示，说可能在投球的过程当中可以前面几个球稍微可以投开一点。摆短棒，但球是好球，没有点，没点出去，没有点出去。所以，因为以本次赛会来看的话，它毕竟是不可以投变化球，所以太快慢没有办法搭配，它只能利用内外跟高低来做一些配球的一个变化。他那攻嘛，还超了，这样讲也是对了哈，因为不能投变化球，但是可不可以投？只能投直球嘛？只能投直球，当然你直球也有快跟慢的。对，但是你可能会在出手的时候，可能靠一些食指或中指的变化，会产让球有一些轨迹较不同，但原则上都是比较不认同这样的做法。投手接到哇，传一垒形成了一个大爆传啊，失误了。现在2垒的跑者绕过3垒，过来得分，回来得分了。原来1垒的跑者上到了3垒，刚刚打击的宋伟恩也上到了2垒，一个爆传失误，目前龟山国小取得了2-0的领先呢。这个球原则上若是投手文武来处理，应该还是有办法抓到一个出局数啊。就是因为时间比较紧迫，出手也比较急躁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爆传。2分内哦，2分哦，而且现在还没有人出局。打击轮到的是第9棒的陈世豪，偏外侧的坏球 ，5Q 坏球，所以直球不能够控制它的速度变慢一点，但就是它这个不要利用大力气。但是你如果是用慢力，就是好像会用放的小变球，其实这样你的控球能力其实也不见得会比较好一点。当然，你也可以尝试这样子做。我们客家话说用标就用放的标所以可是这个所以。球评讲是位置啦，也只能用位置，就是球的进垒的位置。当然，我们过往在转播这种比较不能投变化球的比赛过程当中，我们也会看到忽然间好像放一个所谓的小变球，但是感觉那个效果好像它的控制能力也会比较差一点。用慢一些嘞，有慢一点的。哇，这个球用力拉，左外野界外，这个球左外野，打得超远了，一个界外全垒打。所以陈世豪来讲的话，虽然排在第9棒了，真的也不难看出他在攻击上面的一个爆发力。这个球刚稍微修正，好像可以直接打出全垒打墙。如果有看哈卡电视台客家电视台之前咱们也有去拍这个广告特别也有讲这个。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全垒打客家话版。出现了4万球保送，变形的什么的鬼母来。女朋友如果硬要翻成用客家话讲女朋友但是这个讲什么就是女生变形的什么的鬼母来。现在变成没有人出局满垒。那龟山国小这边要换代打。没有啊，没有代打。应该是新街要换投手。要换投手，对。新街国小这边换投手，把游击手松奇恩把他拉到投手丘上来。对，游击手10号的松奇恩
拉到投手丘来，游击防区是9号哦，3号吗？3号。哦，游击手哦，看到哎，哦，3号就是左外野手朱义和，左外野手来守游击。那周片呢？左外野手又是谁呢？黑曼宁哈，是谁呢？阿西看不到，这边看不到。哦，等一下来看一下，等一下再看一下。好，现在比赛继续进行哦。2局上半，龟山国小没有人出局，满垒已经现在取得了2比0的领先。你比那2比0。哦，看到哎，左外野手是2号，就是原来的先发投手施明伟。哇，这个半局很关键哦，很关键哦，因为怕就是像那个几番茄酱有没有一挤一大补呢？就是分数不要这个大局出现然后可能就会归危险，非常的危险。而且这一局来讲的话，对新界确实是考验。现在又没人出去满垒，而且接下来又是冬季的前半段。后球，哇，1好3坏，满垒投了一个好球，变成2好3坏。所以今天在美浓的天候状况方面还算是不错，不会捏，不会很热啊，不会很，也不会很冷。但这个时候出现了4坏球保送给龟山国小1分啦。3比0，3比0。啊，投到2好3坏满球数。没错，以棒球来讲的话，大局原则上就怕3多，安打多、保送多、失误多。对呀。以这一局来讲的话，原则上新界都已经出现了，不管是失误啦、安打或是保送。太多哎哦，投太多了，3多。打击轮到的是张佑君，也是一个小帅哥了哈，柯彦导。哇，坏球！没错，这个球其实以张佑君来讲，到选的还蛮不错。有时候内角偏低的球路很容易会吸引打者的挥棒，尤其是对左打者来讲的话。好球，形成2好1坏，现在还是没有人出局。3比0。哦，垒手接到之后，哎呀，那些啊，又丢到哪里去了？这个球其实至少抓2垒那边有封杀机会了，抓比较近的，结果传歪了，可惜了。这个就可惜了，已经接得很漂亮。对对对。2垒手王永生哦，那个球高弹跳哎。他跳起来接到已经接得不错。当然，就判断来讲，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最后要出手的时候，可能就是跟跑者他是有成一直线的。这时候其实以王永生来考量啊，如果真的不好传本垒，其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传1垒啊。哦，马上发动盗垒。所以张永军来讲的话，脚程确实也不慢了，排在第2棒了，当然也能够了解他的脚程的能力。哇，现在已经是5比0，比较大的问题哦。morning 啊，没有人出局啊。所以现在对于新界来讲的话，如何先抓到一个出局数，让这一局的一个场面来讲会控制的比较好。
所以原讲现在这个情形还是得要靠投手，如果把自己的压制能力拿出来。哦，怎么给啊？又出现了爆头，就免费送给对方1分，6比0了。所以钟启恩来讲的话，虽然上来做中继，感觉上真的可以感觉到他的一个压力真的还蛮大的。我刚刚偷学了一下 morning 出 Q， 好，这个硬翻毛没有人出局，哦，又一个爆头，垒上的人通通都回来了，归了哎，都回到这个温暖的老家，我们这个棒球的本垒叫做 home 嘛，哦，回路卡哎，客家话说回家了，7比0。而且最主要还是没有人出局。然后就保送，就想说垒上的人都回来了，结果又送一个上去。刚刚以这个球来讲的话，进垒点虽然是不错了，但是稍微比较偏打者的内角。不过南投新街国小的总教练何文龙总教练还是鼓励投手了哦，宋启恩。真的少棒这个阶段哦，以前过去可能像郑景义教练当球员的时候，少棒的时候，像郑教练是民国60几年出生嘛，算6字头，6年级比较早期的6年级。我那时候的一些，哦呦，抓到了，盗垒失败，哦，出现第1个出局数了，第一个。对，可能那时候少棒的训练都还是那种高压式，而且来讲的话，练书的时间比较少，然后练球时间是比较多一点。都已经是6年级前段班的，还是这样子喽。那你更不要说是5年级或4年级的那些球员了。但现在呢，就是希望在少棒这个阶段，先培养这些小朋友他们对于棒球的乐趣，然后就不要在小学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打棒球很累、很无聊、很没有成就感什么，他们就不会想要继续的练习啊。这个先培养练球、打球的动机是很重要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就要看教练怎么去有耐心的教导了啦。而且最主要的是哦，在年纪这么小的时候，他可能也没有办法了解到所谓的胜负的意义了。就是现阶段少棒呢，可能就是整个观念呢，教练的这边观念等都要去做一些思考哦。不是以这个胜败为很大的考量。所以看起来现在松崎恩的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在控球。你感觉就是坏球这样都蛮离谱，但是好球都投得还蛮甜的。像他刚刚对李仁珍那颗球，其实就投到红中近垒的位置。而且刚刚那个球太厉害啊，就是太用力去投那个球了。第1局0比0，这个第2局其实龟山国小的进攻已经打破表了哦，第10个人次。那你这一局来讲的话，新界比较大的问题还是在守备失误这个区块啊。一个投手的那个处理传一垒那个失误了。从那一局开始就包括一些失误啦、保送啦、爆投啊，都接踵而来了。所以对于新界来讲，这一局确实是比较难熬一点。好了，唔怕了。客家话说唔怕就是没有关系哦，这个要多鼓励一下这些小朋友。谁你呢？客家话谁你呢？不是小人，然后字面上好像是讲小人，但是就是小朋友哦，小孩子哦，谁你呢？那刚刚球评也特别讲到说这个。小朋友也是过去，某投鼠啊，就是他们像郑景义教练
打球就读书的时间比较少。他这次徐生明少棒锦标赛哦，还特别有一个作文比赛。就是小球员们呢，就是要作文哦，那还那个胡锦松理事长哦，还特别请很多的校长来改作文。嘿，这个球接得不错，二垒手后退，把这个飞球给接杀，形成的是2出局。2出局，二垒有跑者。就是让这些小朋友不仅是出来棒球比赛啦，还有这个其他方面的收获。而且我想，对于一些大城市的小孩子哦，像什么拔萝卜这样的事情，应该都还蛮少的啦。可能有些人在一些大都市有体验过，但我想对绝大部分的小朋友，尤其住在都市的小朋友，我想有时候来这种比较乡镇的地方，其实可以体会到更多不同的一种跟你平常生活不太一样的东西。对啊，那小朋友会听啊，非常的开心。老配了，还是亲自下田。这个把白玉萝卜，那这次的比赛呢，也是特别的感谢了长庚运动医学他们一个团队真的这么多天来都在美浓看护这些小朋友们，也特别的感谢长庚运动医学一个团队。我想支持棒运来讲的话，单靠一个基金会或是几个人很难有办法有比较好的作为。有时候需要一些医疗团队啦，或者需要一些企业来经营这些比赛也好，或是经费上的一个花费。上场打击的是潘文辉，他也是这个半局第2次上来打击了，第11个人次上来打击。打1轮，超过1轮。但以少棒的比赛来讲的话，我们前面都提过，有时候受这种场上的情绪影响是比较大。可能像新街来讲，上一场比赛打得还不错，这一局好像忽然间找不到一个可以处理的方式。回棒落空，遭到了3振，2局上半龟山国小总共打了11个人次，一举灌进了7分，目前取得了7-0的领先。带领汉高世界好奇人热情，航送一团探访海外客家乡亲的里程。无共样文化的在地神话，用心感触嘅都市体验。Body language 係千柔生嘅國際語言，客家 language 係千少年嘅情感連結。做下他鄉，我帶你勇敢冒險全世界。大禮拜2暗部9點，做下他鄉。龟山国小在2局的上半一口气吃了一颗大橘子港妹我们客家话的橘子叫做港妹有橘子攻下了7分。这场冠军赛进入到2局的下半，新街国小要挂起反攻的牌子喽，升起反攻的旗子，0-7 7分落后。这个半局是从第5棒陈宏志开始打起。南投县新街国小的少棒小朋友们也蛮多是原住民的小朋友。场上投球的潘文辉，第1局只有被新街国小打出一支安打内安打，没有失分。
另外呢，这边看导播拍不拍得到啊？一垒指导教练，我不是说教练啊，他是一个小朋友，张东义啊，他才130公分。但我之前有去南投新街国小那边去播报一个他们的算是一个慈善基金会，然后跟他们的比赛，张东义还出来投球，130公分而已。但你看到就是我的少棒就是他的放大版啊。哎呦，对，130公分，48公斤，真的很可爱。对于棒球也是很认真的练习，他还是上投手球投球。是，他左手还是右手？你还有印象吗？没有印象，好像是右投，有点忘记了。这个内角球不太好打。少棒可以投到超过100公里，就算还不错了，还不错了哦。哇，这个105公里，因为在少棒啊，投手板到本垒板的距离，当然是跟成棒18.44公尺又近了所以这个球员感受度上面就觉得该赶啊，非常快，是该赶。再加上他如果是有身材上的一个优势来讲的话，他会更显得有压迫感。尼路易树2垒手的处理，把这个打者给刺杀。所以龟山来讲的话，真的不愧是这些年来几乎在少棒的比赛里面来讲，都蛮常能够获得胜利。从整体他们不要说投打，就光在手背的稳定度这个区块来讲的话，很多选手在手背的基本动作上真的都培养的蛮不错。陈宏志、黄玉俊都出局，打击轮到第7棒的王永生。哇，赛斗不错斗志高昂，朝投手那边大喊一声。虽然真的身材比较娇小，他也就139公分高，但是以小朋友来讲的话，这时候其实都还说还不一定。马威桑龟狗啊，也会我们客家话说生很高，就是会长很高。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跟我从小一起打棒球长大的梁武豪，但是他少棒也差不多只有139公分而已，但是你看他现在180几了。是哦，骄啊，梁武豪。这边也希望大家多多来闽农寮啦，来美浓玩一玩啊！这边其实包括客家文化，然后哇，这个球挥棒落空，遭到了3振了。在2局的下半，新街国小是3上3下没有得分，2局打完0比7，7分落后。你们拔多少了？你们拔几个？拔多少？很多很多，1000个，1天都吃不完的。比赛目前来到6局下半，双方平手，1出局3垒有跑者，打者球数良好，3坏满球数，投手要跟打者对决了。而3垒的跑者代表制胜分再见分了。这个球打击出去，2垒风声的滚地球，3垒的跑者起跑了，2垒手接到球，把球往本垒传，捕手接到球做出杀。当然，曼努要得到最美的胜利，是应该是您好，请收听客家电视台第2届徐胜明全国少棒锦标赛。分享归来，欢迎回来，我们的客家电视台以及博斯运动频道为大家 live 现场直播。
第2届徐生明全国少棒锦标赛的冠军争霸战，这场比赛呢，现在进入到的是3局的上半，桃园县龟山国小7-0啊，领先南投县的新街国小。我想慢慢的这个比赛或许会成为美浓，尤其到这种时候比较靠近冬天的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对，一项盛会哈。场上打击的是龟山国小的第7棒阮文武，上一次打击是敲出了左外野方向的安打。那刚刚讲到美浓，我们美浓在除了老派嘞，就萝卜还有 tomato， 客家话番茄是 tomato。哦呦，这个球3垒手还不错，背力也不错。方家辉对角传1垒，刺杀了打击的阮文武。虽然传的稍微比较高了一点，但一垒手来讲的话，身材确实也蛮高大的。那还有面趴板，当然大胖正吉在南部高雄地区也混迹很多年，好多年，6-7年，6-7年，各处寻遍美食，客家的这个小炒啊，或者客家的食物，你也有略懂，刚刚就已经提过了，而且我个人最爱内脏中的劳斯莱斯姜丝大肠。姜丝大肠哦，还评估为还内脏界，内脏界的劳斯莱斯。当然每个人认定不一样，但是我就比较喜欢吃这些大肠之类的。对，来美浓这也不能错过哦。有面趴板哦，这个。我们美浓的就板条啦，面趴板是比较细的跟一些可能北部或者闽南不一样，它是比较宽的。其实面趴板是比较细的那种。你刚刚一提，其实我就有点印象了，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北部吃的好像比较宽一点，但是在美浓这边吃，其实它是比较细条型。对，因为面趴其实就是毛巾呐，就是毛巾的意思。那其实呢，在美浓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快要到沟年呢，就是过农历年的时候呢，那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的花季这边有很多的花田，哇！如果你进来美浓的那条路上面，左右两边都是很大片的花田，非常非常的好看。因为在美浓过去，大家都只有想说这边是迥酒就是香蕉，就是种香蕉，不然就种槟榔什么的。但其实最近几年这边的经济作物就是种法花，很多的很漂亮的花田也吸引观光客过来这边看。这边也很多的民宿就是不一样的或者对，美浓以前是烟叶啦古早以前是这边种很多烟叶。这可能就太早，我可能就没有印象。我们年纪那我这个小时候也会常回来。我们老家以前还有那个就是烘烟叶的一个房间吧，就是一个房间，它是专门用烘干的那个器具的。现在这个很少了啦，现在比较少人在美浓种盐呢，种烟哦，那个不是椰子啊，那是种烟叶。我这边桃园龟山国小攻势又起。一出局，一垒有跑者宋伟恩获得4坏球保送上垒，打球轮到第9棒的陈世豪。所以新界来讲的话，还是要尽量在4坏球出现的频率来讲要比较低一点，会比较好，因为他们第2局会掉这么多分跟4坏球有很大的一个相关联。因此，以新界来讲的话，他们在第2局掉7分其实撇掉安打不说，光守备失误就2个，4坏球出现了3个，这样就会创造出5个所谓上垒的一个机会。口鼻 Q 高飞球，2垒垒包的后方被2垒手接杀出局，2出局。2垒手王永生球一上来声音就喊得蛮大声的。没错啊，这种2个野手之间的一个高飞球是要透过声音的联系的。所以要喊得很大声中得过来做，不可以过来。一垒跑者到垒，球传过去 ，safe， 安全到上2垒。所以感觉在龟山这一批小朋友来讲的话，反正速度都还蛮不错。这个球其实陈勇在讲传的算是非常好的，不管是起身的动作，是他传球的一个准度，其实原讲都算蛮好的。
第一个球就出棒了，就大U pen 呢右边的界外球。到了接杀，3局的上半，龟山国小没有再添得分数，还是维持着7-0的领先。客家天师节目样言导央服务，精彩节目，天师让路同时放松，样言中心。1禮拜內節目隨時欣賞 ，YouTube 掌握最新樣言，手機、平板電腦隨時隨地隨時看。無論乜個時間、乜個素材，歡迎收看客家天師。好像就是俺奶奶又吹刚刚，嘿，奶奶不落，就是生病。对，生病就是。鬼胖胖的奶奶目前摸。各位用亲大家好，分享收看3月24日的暗夜新闻。我係李勇，天氣關係呢跟水有關，依然以來落雨無方面安多。無對用嘅強頭，卻用嘅專業，評論1日3節客家新聞，了解世界，接近客家。好，这是南投新街国小的张东义，小朋友130公分，哇，真的很对棒球很有心。是，虽然他现在只有130了，但你从他身材的比例来看的话，他毕竟他的上半身还是比较短，下半身还是比较长。以这样的一个小朋友来讲的话，他以后继续往上长的一个空间来讲，都还算很大。如果你现在看他身材比例，原上上半跟下半身都差不了多少，那将来可能高度就会有点打折扣了。你说如果像小叮当那种就，但是我真的还蛮喜欢这位小朋友的，看到他就好像看到自己以前的缩小版。哦，这场冠军战来到了3局下半，新街国小。他们前一个半局是让龟山国小没有再得分了，不过现在就要看他们的攻击。OK， 滚 TQ， 哦，3垒手没接到，没有接到，漏了出来，失误了。不知道客家话有没有假定弄晃哇这句话？刚刚以3垒手来讲就是这个情形了。这个球其实滚动的很缓慢，在他接球的过程当中，他必须得确定接到手再来做传球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个动作，接到还没接到他起身的一个动作就比较明显了一点。所以这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想教练都可以透过不断的一个要求，这种所谓选手确实接近手道之后再来做传球的动作。我想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呢，应该会越来越少。我刚刚在思考，在尝试的想，假给弄破话，是太假，吃太快，是太假，稳就是晚，稳哦。坏掉了，是这样子吗？反正一样的意思啦。哦，现在没有人出局，新街国小攻占上1垒了，打成了一个高飞球，游击手给接杀。第9棒的方家辉出局，1出局。所以新街国小第1局的一个攻势来看的话，真的是受制到潘文威的压制的。以潘文威来讲的话，速度虽然没有很快，但是我们过往就提过了，差不多超过100公里的速球，其实对少棒选手来讲的话，其实就会造成蛮大的困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整体来讲，他前面的一个投球来讲，他控球能力真的是还蛮不错的。打击轮到南投新街国小第1棒朱义和，上一次打击是被3振。那这一届的徐生明少棒锦标赛，还有从上一届的32队，本届变成了48队，还有澎湖蒋美国小也有来参加比赛。从海边到美浓这个3区，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当然也是在那个徐生明棒球推展协会
这个古景松理事长呢，还有师母哦，担任秘书长。谢荣瑶女士担任秘书长，但还有美浓博士学人协会，那还有客家电视台哦，大力的帮忙。因为美浓过去好像统计是出博士，以比例来讲是全台湾最高的。是这样。这一点真的我还第一次听到。第一次听过。其实这个流传蛮久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啦。就是如果以人口比例啊这样来计算的，出博士的比例是最高的一个地区。这边很多人很会念书啊，所以有一个美浓博士学人协会，也一直在支持着这个徐总的梦想啊，把美浓的棒球重新提振起来。而且刚刚在广告的过程当中，都会重播一些徐总以前的事情。刚刚仔细看了一下，虽然有点感伤，但至少他的精神还是流传下来。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没错。这位来自于韩国籍的，前面展云有跟大家说，这位主审裁判是徐总生前的好朋友，韩国籍的张明仁。那特别来站这场冠军赛后，刚刚那个拉的酷塞，跟他大鹏展翅的动作，蛮有杀气的。因为徐总是在韩国留学，也在韩国打过棒球，社会队哦。是，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韩国化妆品队，也打过韩国的社会队，而且他的韩文很好。那时候其实有一些洋将从韩国来的，他都可以直接跟他做沟通的。因为像对去年，先来看这颗球，左边方向这个球，左外手没有接到，一路滚到了全垒打墙角下面了。新街国小有机会得分，一垒的跑者现在绕过了三垒，接获了总教练的指示，往本垒冲归了回来得分。哇，这一棒，第2棒的施明伟。没有踩到本垒啦！我刚刚也一直看那个一垒出发的洪敬彦，他回来第一下没有踩到本垒，然后呢，他还有回去一趟，那回去那一趟呢，好像也没踩到，然后我就看到主审裁判一直在盯着他看，结果果然回传回来，他没有踩到本垒，现在。新街国小的总教练何文龙总教练过来，我们看这个跑了3个垒包，很开心，各位听啊，很开心，是不是没有踩到？那脚尖有没有到？脚尖好像从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好像真的是没有踩到。可是他还有回去第2次，你知道，因为我们转播的位置就距离那个本垒非常的近，对，我还看他回去第2次，不知道教练是有提醒他什么的。结果他还有回去第2次，结果第2次他回去再踩，还没踩到，这个完了变成第3个出局数了，这个得分不算，所以3局下半结束哦。新街国小没有得分，3局打完0比7， 7分落后。冒出花苞也蛮广，打的发质如同梳化档，打的发质苗栗三叉体體。因為大家好，我係向前嘅分轉指數看見俾前嘅數據，呢排嘅當做先本。半選排發同沙體就冇隔離嘅啫。5點用嘅啫，你個冇隔冇曬咯。冇隔冇曬。今年都唔是改變電池，可能多年嘅行業向票，可能全面嘅發展。分享参观客家天师台，认识天师的制作流程，发表自家的金钟感言，参观精彩的节目录影，探索陶器库房的便利。唔是钱，但要舍得路哦。加上客家天师名针，也是打电话0226338266来报名。
我们来看一下上个半局，新街国小的洪敬燕这一脚有电动吗？有没有踩到？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当然是很接近啊。从这你看他还有回去，我就是明明看到他还回去补踩，然后呢，还是没有踩，没有确实去踩，他就回去了。你看主审裁判韩国籍的赵明仁先生也一直盯着他。那龟山国小这边就做appeal了，诉请裁决，就出局了。但是刚刚这个球来讲，只能说龟山在整个回垒的过程当中，一直观察着跑垒员的动作了。只是说因为我们转播台就是在那个本垒正后方，所以我也有看到这个洪敬燕小朋友有再回去第2次，但原来他回去第2次是根本就没踩。那他既然回去了，为什么就好再踩1次？你就算踩2次也没关系啊。就算你第1次你很确认自己有踩到，但是也许教练或者谁叫你再回去踩，你就是再老老实实的把它确实的再踩1次嘛。所以有时候其实这就是一种观念啊，不管在什么情形之下，其实你的跑垒对于踩垒包来讲，你才有办法造成所谓安全回垒或者安全上垒的机会。我只是比较纳闷，他第2次再回去，为什么就不再踩，再确实再踩1次？又不是这个按2下他就会取消，有没有？不能踩2次。因为那个时候球还很远啊，你如果自己再回去，确实再踩1次的话，就不会有后来appeal会被判出局。没错。我想刚刚那个状况来讲的话，其实小朋友回去若是有重播的话，也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了。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感觉上他确实不管是第1次跟第2次，好像都没有踩到垒包。我们客家话说踩是电没电到，没有踩到。好，现在比赛来到4局上半，龟山国小的进攻，2垒手接得不错。黄永生把这个球接到之后，传向1垒，自杀了第2棒，龟山的第2棒张佑君。这个球对张佑君比较可惜了，打得蛮强劲的，但是却打到守备员的正面。所以接到这个球，黄永生气蛮个警惕。速龟通啊，手很痛。轮到的是第3棒的宋义祥。比赛是有提前结束的哦，因为那7分真的太多了，那个7分哦，7分方那边真的很多。因为比赛提前结束的规定呢，是4局10分，5局7分。那正规是打满是打6局。那像季军战啊，地主的美浓国小就提前5局结束，1比10落败。输给了桃园的仁善国小，仁善国小拿到季军，美浓国小是第4名。这个球宋义祥左边方向的2垒安打，挥棒的轨迹确实是蛮漂亮的。我看到面对一个比较内角偏高的球路，挥棒确实蛮流畅的。是，虽然以宋义祥来讲的话，前面2次打击只有1次打击因为没有办法打出安打。其实他在第1个出局处中外野应该说右外野方那个飞球，其实院长说就打得还蛮不错的。轮到的是第4棒的李仁珍，第1个球挥棒落空。那这一次徐生明全国少棒锦标赛还有一项呢也是蛮特殊的、特别的，就是说打进到8强的，因为总共有48队嘛，打进到8强的队伍，8队呢都可以获得一件就是因为徐总85号85号他的85号永远的85号，就可以获得一件那个85号的 T 恤，这个是非常有纪念价值，而且代表你就打进到8强。是。这个85号，所以这次的比赛大家都希望赶快打进到8强，你就可以拥有这件永远85号的衣服，纪念的衣服。这个我看到了哈，所以你有这一件，就代表你是这一届比赛的前8强的队伍，很荣耀。因
对，徐总就是85号背号，85号，这个客家话85。其实一路从台北下来的时候，忽然间就觉得有一种感觉，若是以后能够再有更多国外的球队来参赛的话，我想可以把这种美浓这个地方更推往国外，甚至有这种推销行销的一个方式。阿白转播这一次的转播也是客家电视台、客家电视台啊，因为上一届的比赛也有转，但是并没有 live 现场直播。那这一次的比赛，我们的冠军赛啊也是第一次哦。徐生明少棒锦标赛啊，有 live 现场直播。二垒手后退把这个飞球给接杀，2出局。二垒的跑者没有向前推进。所以这一局二垒手来讲的话，手背还蛮突出的。其实刚一打出去，觉得这个球感觉好像不太好接哦。但没想到二垒手在判断球的一个过程，确实跑动蛮正确的。轮到打击的是龟山国小第5棒的王维成。三垒手一个 nice play 拦截之后对角传一垒，新街国小的方家辉三垒手 nice play 给奖非常漂亮的手背美技。4局上半，龟山国小没有再得分数，还是维持7比0领先。你讲舒服还是讲平和吧？讲平和。太不可能讲平和。趋势太步嘅看法，客家天视台新年来第100種太步向為報新聞，今年處理體系按補時60點，影響用平時款最佳新聞。嘿，有几多的闽农人很多的闽农人闽农的乡亲朋友来看这场冠军赛。其实这接近1个礼拜这个12月6号，就是12月6号开始就很多的徐生明少棒锦标赛的工作人员呢，还有球队都已经聚集在美浓了。这是龟山国小右外野防区换上的是背号12号的高宇胜。右外野手张佑君呢退场休息。比赛来到CQ 下半，4局下半了。新街国小现在刚刚本来有1分结果漏踩本垒漏踩本垒被促请裁决出局就没得分。所以4局是10分那所以。OK， 那但5局是7分那现在刚好7分。安打了，走偏呢左外野手又踢到了一下那颗球，要冲2垒，回传传短了，没有人出局，松奇恩上到了2垒。所以松奇恩来讲的话，今天表现确实蛮不错的，2次上来打击，2次都是安打。攻击的一个技巧确实是蛮不错的。那这个球以左外野手在处理的时候，也是他顺手要去捞的那个动作来讲的话，其实没有把球确实接近手套。松奇恩今天大概归后打得很好南投新街国小
在今天早上4强赛啊，是一路落后给地主的美浓国小，到最后6局下半，最后半局进攻机会，当时还2比6落后4分，结果那个半局他们灌进了5分，用再见安打败了美浓国小，闯进到冠军赛。所以新界来讲啊，如何找到上个比赛攻击的感觉啊？龟山国小先发投手潘文辉，投到目前为止，前面也只被打2支安打。潘文辉来讲的话，高压的一个出手方式，让他进垒的位置来讲，他角度还蛮大的。在我们前面是提过了，以他大约在162公分的身高来讲的话，再加上他高压的出手方式，他的一个角度原则上对这些小朋友来讲，或许会造成一点压力。哇，挥棒落空，3振出局。可惜哦，这个球以杨永祥来讲的话，没有办法造成比较好的一个推进的一个效果。当然也是投手来讲的话，潘文辉他在前面3局来看的话，他的投球的一个表现确实蛮不错的，是被打出了零星的2支安打。虽然里面有包含1支长打，但最主要也还是在新界这部分跑垒出现一点miss。对，潘文辉已经飙出了5K 啊，5次3振，4局还没有投完，已经有5K 了。而且他的3振来讲，多半都是让打者挥棒落空。打击轮到的是第5棒新界国小的陈宏志。潘文辉有162公分高。一个好球，3个坏球啊，1个好球，3个坏球了。会不会是开始伴随着用球数越来越多，体力是有明显比较下滑的情形？以他这一局来看，他好坏球说这种所谓进垒的角度都比较明显一点。那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目前就是还没有，目前投出过4坏球保送。这刚刚1好3坏，球打成界外，现在2好3坏。狗 BQ 投球，哎呦！潘文辉他从投手球出发跑了很远的距离，因为捕手阮文武森林在那边转圈圈，他一下找不到球。这个球真的是很少见，少棒比较出现几率比较高。就是投手自己冲到界外区。这个球离捕手是最近的，但是一开始哦，因为这样子是打在捕手正上方了，当打到这种捕手正上方的球，那是最难以判断。哇，但是打出去了，欢迎小进。也是投手一个 nice play， 因为我们就看到捕手那边原地打转，他好像找不到球，结果投手一个箭步5、6、7、8、90个箭步了。就冲过来把这个球接杀，真的人高腿长，手也长。而且刚刚一打出去的时候，从休息室就教练团一直用声音在遥控，想要遥控捕手。哦，丢人呐！丢人呐！丢人呐！丢你哎，打到人了，丢到人了，触身球打到了黄玉俊。所以的确是要先来喊个暂停，试一下投手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前面就提到，这一局从潘文辉开始，虽然已经顺利取得2个出局数，但他的一个好坏球的进垒的位置都比较明显一点。这项的比赛有特别长庚运动医学一个团队在整个对于小朋友的看护啊、运动伤害防护的部分呢，都这1个礼拜都在美浓，给他们很大的帮助跟帮忙。刚喊暂停的是甘义哲教练。以甘义哲来教练来讲，原则上算是桃园所出身的一位在地的球员。2出局，1、2垒有跑者。刚刚喊了暂停，还是把先发投手潘文辉留在场上。
打击轮到的是今天其实手背很亮眼的二垒手王永生，很抢戏，表现非常的漂亮。王永生139公分高，但是其实转播了这2场比赛，让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感觉上很多选手他在挥棒的一个基本功其实都还蛮不错的。所以如果是你的挥棒的基本动作就好，那当然你现在可能在攻击部分虽然没有很亮眼，但伴随着你的身体的成长越来越好，我想这些好的挥棒动作对你将来都是有帮助的。王永生呢，先打一个短棒，再拉回来打，但这不是要做触击啦，这个应该是高练高野教练教他的啦，打到哟，这颗球很深远，安打了，王永生今天攻守俱佳，2出局垒上2个跑者都回来得分，2 inning 归了，新结果小2出局之后。打出的安打，打回的打点是最珍贵的了，2比7，打破鸭蛋，现在剩下5分落后。你看他这样子，先比一个短棒，拉回来打击球点，确实，因为毕竟你这次比赛来看的话，它是没有所谓快慢之分的，所以有时候用这种所谓收打的过程当中，它可以让配合投手比较好的一个攻击的时间差。当然以王永生来讲，刚刚那个收棒的一个过程当中，他的时间差就掌握的蛮好。今天王永生呢，苏批手背攻击都有不错的表现那个二垒手，他是这个新接的二垒手。对呀，今天很有大将之风的这个 Senning 呢。而且你从王永生的脸部表情来看的话，你都不会感觉到他现在到底是开心呢还是难过，他都固定的那一张。从刚跟手背的时候，其实我就一直在看他在脸部上的表情其实是比较少的。我说他真的很有大将之风。而且叉腰这个动作还蛮有 gaze。假以时日，应该也是一代宗师吧，一代枭雄。对啊，希望好好的加油努力啦！不过这边呢是洪敬彦遭到了3振，4局下半新街国小追回了2分，打破了鸭蛋，4局打完是2比7，剩下5分落后。大家好，我是林姐，今天我来教大家一个客家语，叫萝卜好吃，就是萝卜好吃。大家好，我是中信兄弟的许基宏，我今天要来教大家讲一句客家话，叫做绑萝配。绑萝配就是拔萝卜的意思。我是张泰山，我现在教你们一句客家语言：吃饱没？吃饱了没？好，就这样啊，还有什么？不是讲完了吗？对。比赛目前来到6局下半，双方平手，1出局3垒有跑者，打者球速良好，3坏满球数，投手要跟打者对决了。而3垒的跑者代表制胜分再见分了。这个球打进出去，2垒风声的滚地球，3垒的跑者起跑了，2垒手接到球，把球往本垒传，捕手接到球做出杀。东南曼宁会得到最美的胜利，12月12号抢收听客家电视台第2届徐胜明全国少棒锦标赛。各位观众，别米弄在美浓国中棒球场所进行的第2届徐胜明全国少棒锦标赛的冠军争霸战，现在来到了5局上半。南投县的新街国小终于得分了，得到了2分，而现在5局上半是龟山国小的进攻，7比2，龟山国小7比2的对啊，对7
至少我客家话1到10会数了。我也会数啊。真的假的？1、2、3、4、5、6、7、8、9、10。哎，有一点像哦。拍拍手啊！所以你不光只是会吃板呢，就是面趴板哦，还会吃 tomato 啊，还吃姜丝炒大肠。姜丝炒大肠，姜丝炒大肠，客家话我真的从来没听过。怎么会没有了？一定有的啊！对啊，那是客家名菜了啊！客家话到底怎么讲？姜丝炒大肠。所以你也会数1到10呢？哇，不错不错。我来是2补来。2补哦，你也是会说。太改后，安之 C 哦，那我们来谢谢客家话，除了安之 C， 还有的干虾、感谢，有这种2种说法。啊，不过这边投出4块球保送了，5局上半，龟山国小首名打者第6棒的潘文辉获得了4块球保送。所以单以攻势来讲的话，龟山国小也差不多只有在第2局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得分机会，但是包括3、4、2局在攻击这部分来讲，好像就稍微有点熄火了。潘文辉现在要换代跑，让其他的小朋友也有机会有亮相的机会。5号吗？哎，不是啊，5号是先发的。大家再确认一下。科姆的后码看不到他的号码。打击轮到是第7棒的阮文武。我看到5号陈学敏，对，陈学敏 ，Sunny 呢？小朋友上来带跑。不过，其实松奇恩在第2局就上来接替新街国小这边接替先发投手施明伟的投球。虽然2局上半上来之后呢，他也投出了2个4块球保送，然后队友手背又发生2次失误，导致后面又有再失分。但2局之后，他其实表现还算稳定，就没有再被得分了。但这一局一开始又是先4块球保送的打者，对他打得比较危险一点。狗鼻 Q 高飞球，对3垒手给接杀，不过这个球有点危险了。没错。以手背最后的接球的位置来讲的话，这个球是游击手要比较大胆来抢球会比较好一点的。还是需要真的喊出声音来客家话就喊“中得过来”，是不可以过来。奈落就是我来。所以从重播画面来看的话，这个球其实由游击手来接会比较好接了。因为它毕竟是有一点往前，在所有接高飞球的动作里来讲的话，往前原则上它是最好接的，都会比横移或是后退来得好。对啊，因为其实小朋友，就要借由这个比赛，而且现在还有电视转播的比赛，让他们不会怯场，然后也许真的有转播打到冠军赛了，有电视直播，那当下他必须要喊出声音的时候，有时候会害怕，或者对，但是多比赛就不会怕了。传一垒 ，out 哇，大波 play， 这个球是2垒手，又是2垒手，厉害啦！王永生接杀1垒的跑者也回不去了，这是一个双杀手被 double play。5局上半，龟山国小没有得分，还是维持7-2的领先。
天师节目样演导用服务，精彩节目天师用路同时放送，样演中心1礼拜内节目随时欣赏 ，YouTube 掌握最新样演，手机、平板电脑随时随地随时看。无论乜嘅时间、乜嘅素材，欢迎收看客家天师。比赛来到5Q 的下半5局下半，南投的新街国小的进攻了2-7。因为其实7分，桂山国小2局上半就攻下7分，挂在那边呢。我会让新街国小一直担心会不会被口斗，但也不是担心啊，只是说至少他们在攻击方面呢有扳回2分回来了，其实都还有机会哦，现在也只有5分差距。而且不要忘了，以新界来讲，上一场比赛是最后半他是打下了5分。对，抽，其实客家话的抽就是对，好像听起来像错，但事实上就是对。抽，对。啊，新街国小投手换上的是左外野手，先发左外野手宋伟恩，编号8号宋伟恩。桂山国小换投手了哦，所以上个半局他们教练就先发投手潘文辉上垒之后就换代跑哦，这样顺势就换投手。或许也察觉到，其实以潘文辉来讲，或许他体力是有点在下滑的情形的。但是现在对于宋伟恩来讲的话，比较要来关心他的一个控球的状况。上来坏球啊，一上来就投了3颗坏球，还是积极的出棒哦，3垒方向球出了界外，所以感觉上。以打者方向来讲，你靠过比赛哦。那第9棒了哦。当然这个教练也不能骂了哦，就是也许现在的小朋友应该都是要公偷理，就是讲道理哦。你可以跟他说，我们现在落后还有5分呐，那保送上了也是上垒啊，然后又是3坏球没有好球啊，等等，就是。刚刚何文龙教练只跟他交代了一句话，他说：“你的外角球怎么拉过来这边呢？”对新街国小何总教练，包括那场4强赛落后1分，no out 都没人出局1、2垒，他也不短打，完全都是强攻的剧本，真的就是强攻而且你如果是中心棒，那倒还无所谓，只是后段棒子的都不选择用牺牲触击。哇！后来他们还真的在加安打赢球呢，这真是完全的强攻这样子，因为你落后1分，最后半局了，没有人出局1、2垒，他还没有短打。没错，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对于这种比数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都应该会很习惯牺牲触击的战术。就那场4强赛对美浓国小的比赛。因为你点过去追平分在3垒，再见分在2垒啊，一切都很合理。结果他还是让球员强攻，而且呢，看他这2场比赛到现在，其实他都还没用过牺牲触击。跳速啊，投手刚换上来的宋伟恩，控球又是3坏球走在前面。但是对于龟山国小的捕手软物其实感觉留下蛮深刻的印象。他在挡球的过程当中，他的基本功真的蛮不错的。哇，连续4个坏球，4坏球保送。先发投手潘文辉投了4局，先发了4局，1次4坏球保送都没有，只有1次触身球了。他换人了，当机立断。温宁呢，要换人了。把背号4号的原本的先发3垒手李浩宇给推上了投手丘。
龟山国小的总教练看起来还很悠闲呢、算是很有经验的，很有经验的教练了哦。李正达教练在基层真的蛮多年的，而且这些年来，其实他带队的成绩真的也都非常的优异啊。他还穿一个蓝鸟队的外套。对啊，马干巴说话怪，至少要穿个龟山国小的制服吧。不是蓝鸟40号。有。王建民没有在蓝鸟穿40号了哦。好，比赛继续进行。龟山国小换上第3任的投手。因为少棒比赛哦，这个有时候真的很说不定哦，一个环节哦没有顾好，就会大量失分啊什么的。那你相较于李浩宇来讲的话，可能他的投球的协调性就真的比较好一点，比较顺畅，相对让他出手的或许会比较稳定一点。哇，这个施明伟挥棒落空，遭到了3振。所以看起来投手换的是蛮是时候的。新街国小吞下第6次的3振。打击轮到的是今天前2次打击都是安打的第3棒啊，松奇恩。新街国小他们平常练习啊，还会散忙啊。我们客家话说散忙就很勤劳哦，会散忙哎。哦，这个球。哇！2垒手没有能够接到，打得够强，非常的强劲。那2垒手移动过去也有一点点机会。从接球的动作来讲的话，都是2垒手。我们看到他的一个手套摆的位置是比较正确一点的话，其实还有点机会。你要横移的过程当中，你如果是要正手来接球，你接球的角度会比较小。如果你横移的过程中，你来反手来做接球的话，他的手套跟球的接触面会比较大一点。现在算是2出局，但1、2垒有跑者。轮到的是新街国小的第4棒杨永祥。杨永祥前面2次打击还没有安打，一次是滚地球，一次是被3振。所以以何总这样来讲的话，虽然是担任3垒区指导教练，但是每一球都还是会给选手在攻击上面一些提点。这个擦棒球哦，捕手哇，正面挨击。但看起来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了。莫强，不怕。良好3换的满球数了。1、2垒的跑者要准备起跑，下一棒是第5棒陈宏志，所以这个球就很重要喽。是良好3坏吧？只是垒上跑者怎么没有先起跑啊？忽然间好像是不是有点忘了？嘿呀！教练应该要提醒，是不是良好3坏？有了，现在有喊了。对啊，刚刚没有跑嘞。教练没有叮咛就没有跑。好，现在有跑了。对。这样我也可以去教一下少棒。没有，7级教练先拿出来。是，拍 C 哦，不好意思啊。就是考一个7级教练证，也要你接落鼓啊，什么打要拔定鼓啊。挥棒落空，
打者遭到了3振。5局的下半，南投县新街国小是留下了2个残垒没有得分，5局打完2比7，5分落后。让大家欢迎杨代刚。大家好，我是林奕泉，今天要教大家一句客家语。谁妹安讲，小姐好漂亮。安是谁？我来了。嗨。比赛目前来到6局下半，双方平手，一出局3垒有跑者，打者球出良好3坏满球数，投手要跟打者对决了，而3垒的跑者代表制胜分再见分了。这个球打击出去，2垒风声的滚地球，3垒的跑者起跑了，2垒手接到球，把球往本垒传，捕手接到球做出杀。都来曼宁会得到最美的胜利，12月12号抢收听客家电视台第2届徐胜明全国少棒锦标赛。都得曼宁会得到最美的胜利，到底谁会得到最后的胜利呢？这场冠军争霸战来到6局的上半，少棒是打6局，龟山国小7比2的领先5分。一年一度，特别是其实，今年进入到第2届的比赛啊，真的就相当不容易了啦。其实有一些比赛就1届办完啊，就没了就草草结束了。但是徐胜明少棒锦标赛进入到第2届，我觉得就是最大的特色、最难得的，而且有这么多的好朋友的帮忙，一届比一届规模更大。这个球打到右外野方向的高飞球，遭到接杀，形成1出局。可惜了，这个球对打者来讲的话，陈少打到球这个下半部，最后形成了一个飞球。我想一个赛事要不断的延续下去，都需要有很多人的功劳啦，包括像是徐老师他一个发展的一个基金会啦，或者是美容一些在地的一些企业也好，或者是一些地方人士。阿扎 Q 照片。上海变形的什么鬼唔来，好不浪，像是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好不浪全垒打。龟山国小的第1棒李浩宇打出了一支阳春全垒打，上海变形的什么鬼唔来。所以李浩宇来讲的话，不只是投球投得好，攻击也确实是蛮有爆发力的。对，这个球真的就逼出黑耶，飞出去了。8比2。龟山国小现在领先的有6分。我们在冠军赛看到了全垒打了，而且不是场内全垒打，是真的飞出去，还蛮远的那个距离。有几手这个球处理的不错，这个弹跳朱一和接到传1垒，刺杀了打者出局。可惜了，这个球拉的稍微比较快了一点。没有确实咬中球心了，但这个球其实有几手来讲的话，移动速度确实蛮快的。这里看一篇，再来看一次这个球打出去你这么远。这个球打穿了2垒防线，形成安打。这场比赛，龟山国小也已经有7支的安打了。所以刚刚以李浩宇那个球来讲的话，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打得还蛮远的，还不是刚好过而已。对啊，过很多这个球以王永山来讲，就真的不太好接了。
哇，不过其实，在少棒这个阶段就会用推打的技巧，这个也不简单吧？但是当然也有一个要点，就是说，其实这些投手他几乎把所有的球都放在外角，所以这些选手他来讲，他是有一点点在做外角球的设定的。就顺势攻击。这个球被投手给接杀了。不过在6局的上半，龟山国小靠着李浩宇的阳春全垒打再下一城，目前取得了8-2的领先。分享场馆客家天师台，认识天师的制作流程，发表自家的金钟感言，参观精彩的节目录影，探索陶器库房的便利。唔是钱，但要舍得路哦。加上客家天师名称，也是打电话02-2633-8200来报名。比赛目前来到6局下半，双方平手，一出局3垒有跑者，打者球速良好，3坏满球数，投手要跟打者对决了。而3垒的跑者代表制胜分再见分了。这个球打击出去，2垒风声的滚地球，3垒的跑者起跑了，2垒手接到球，把球往本垒传，捕手接到球做出杀。都来曼努会得到最美的胜利，是应该是您好，请收听客家电视台第2届徐胜明全国少棒锦标赛。第2届徐胜明全国少棒锦标赛能够顺利的进行，而且呢，规模越来越盛大，真的是有很多的单位的帮忙，很多好朋友的协助，才能够使得徐总他在美浓。希望能够把棒球发扬光大的梦想能够得以实现。那这场冠军赛也来到了最后的6局的下半了。真的，展元这边也是非常感谢有各个单位真的大力的帮忙这个出钱出力真的要有这些企业这些单位的帮忙，才使得这项赛会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当然也衷心的希望不只有第2届可以办得很长久。对，没错。希望大家都永远记得徐总在棒球场上面的永不放弃、永不服输的精神。好，现在来到了6局下半，南投新街国小最后半局的进攻机会了。这个球投手一把抓住之后，全往1垒，刺杀了新街国小的第5棒陈宏志，形成了一出局。现在是2-8，6分的一个差距。所以李浩宇来讲的话，感觉他的光以速球就好像真的不太好打，而且他的进垒的位置感觉尾劲真的还蛮不错的。打第1球又是投手来处理，那个投手就是前一个半局打全垒打的那个小朋友，没错，Sunny 呢李浩宇，他自己通通都给他玩好了，是，不搞面对几个速球来讲的话，我想2棒包括像是陈宏志以及黄玉俊呢，出棒的速度稍微比较慢了一点。客家话的玩我们就是搞，就真的是搞，就是玩，不要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们的玩雷高那个来玩就是雷高。好，现在2出局了。但这边新街国小今天也有亮点就现在打击区上的王永生，他是守2垒，然后今天也有2出局打1支安打，打回了2分。当然，龟山国小场上那个投球的又打全垒打，投起球来也是在前个半局上来接替投球，投了2次的3振。现在对李浩宇来讲，他的满脑子都是非常好的情绪跟印象所以这一局投起球来真的是有点虎虎生风。
而且球速好像也越飙越快。对，太厉害了，太用力了。所以在新街这边感觉上就稍微比较落寞了一点。挥棒落空，再见三振。第2届徐生明全国少棒锦标赛的冠军是桃园县的龟山国小，拿下了冠军。这场比赛冠军战，他们是以8-2击败了南投县的新街国小，拿下了冠军。龟山国小上一届第1届徐生明少棒锦标赛，他们是第3名，这一届呢更上一层楼，一举夺下了冠军奖杯。那这边最后跟大家报告一次。第2届徐生明全国少棒锦标赛的最终名次，第1名冠军就是桃园县的龟山国小，第2名是南投县的新街国小，第3名是桃园县的仁善国小，第4名是地主高雄市的美浓国小。经过这1个礼拜，总共来自于全台湾，包括连澎湖48支的少棒队齐聚点米弄在美浓。也让这次的赛会呢更加的热闹，也相信很多的小朋友借由这次的赛会，也交到了很多的好朋友。同时呢，他们也更能够感受到徐生明总教练的精神。在这项的赛事相信小朋友们也都是有满满的收获，然后有满满的收获。不光是在球场上面的，甚至呢是在客家文化、客家文化的吸收。都有不错的一些收获，来到美浓这边呢，交了很多的好朋友啦。好，那我们要请大胖郑吉教练也对这场冠军赛呢，帮我们做个讲评啦。是，我想今天以这场比赛来看的话，对新街应该比较可惜，是说在第2局有出现太多的一个状况，棒球在单局里面最怕3多，安打多、失误多，再加保送多，所以其实整体来看，我们如果是把这种所谓第2局的状况给它拿掉的话，其实接下来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攻击来看的话，或是防守来看呢，其实新街这些小朋友表现真的还蛮不错。但以龟山来讲的话，真的的确是这些年来了，我想在少棒真的算是蛮稳定的一支球队。今天包括像是在投手啦、打击啊、守备，甚至在跑垒的观念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今天以龟山国小确实在整体方面来讲，确实表现是比新界国小还要来得好一点的。是，那其实像汉宁呢，客家人是非常的好客的，这个就是呢我们美浓的特产啊，诚意小番茄tomato， 我们就请你。还要再示范一次吗？对，好吃的非常的好吃。那我们在美浓国中为大家转播的话，第2届徐生明全国少棒锦标赛到这边也要告一个段落了，也真的希望呢，大家有空闲的时候来美浓寮，来美浓玩一玩，来这边呢感受一下客家人的好客亲切，以及我们对于客家文化在这边呢你都可以感受得到。也希望呢美浓10年棒球培育计划大家都能够感念到徐生明徐总教练他的精神以这个展越也是美浓乡亲呢在地人，也希望这边呢在棒球的部分呢，在包括美浓国小、美浓国中等等的棒球能够在这边呢有更多的人喜欢，有小朋友也能够在此呢开开心心的打球，希望呢第2届徐生明少棒锦标赛能够未来越办越多届，延续下去。好，我们转播到这边要完全告一个段落了，非常谢谢球评郑景教练，谢谢。同时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你要讲客家话，安之谁？感谢，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